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越剧《宝玉与黛玉》的实况录音，由芳华越剧团演出。编剧冯允庄，导演司徒阳。剧中贾宝玉由尹桂芳扮演，林黛玉由李金凤扮演，贾政由徐天虹扮演，贾母由谢小仙扮演，王熙凤由许金彩扮演，紫娟由戴中贵扮演，薛宝钗由余音扮演。先请听元妃省亲。这是弟弟到
子在找你，找我？哎呀，你快去吧。谁人谁谁？你可曾看见我们姑娘美玉？美玉，听说林姑娘、宝姑娘和我们也正在做事呢。做事是娘娘叫他们做的，咋做得好？娘娘令我问一声。是此说来，今日我们姑娘可以大醉才行了。你如此记得我们姑娘，我们姑娘，好姐姐，我们姑娘，她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谁知道？听说他们还要陪着娘娘去看花灯呢。对了，我得去我们二爷那里衣服去。谁呀？替谁去拿衣服呀？替我们二爷呀？替你们的二爷呀？天色晚了，月里风大，我也得请我们姑娘去送件衣服去。林姑娘，你回来了。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，你回来了。真没有意思，闹了一整天，今日可头迎礼，亲爱的恩，我苦自讨不自了。娘，你快去歇吧。姑娘，要天好了，我去哪里接你去？我不想去。这回不去，恐怕晚上又要咳嗽。不要怪我，让我先歇一会。林姑娘回来了，我们二爷呢？他的事还没有做完，我替他送衣服去。姑娘，你的事做完了？我在无论地做了一手。咦，姑娘平常最爱做事，怎么今天只做了一手？这种过公重大的事，我恰不愿意做。原来是不要的这些了，自觉。那香台上的大事，你可曾奉上了？奉上了。姑娘，你看好吗？你估计我找到了啊！宝二姨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真没有意思，闹了一整天，就是看头迎礼请我下爱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宝二姨说的话，怎么跟我们姑娘说的话是一模一样？我知道林妹妹不会玩话人了，我也最好虚伪应酬。是去屋里道歉。宝二姨，你与我们姑娘谈一位，我去替你们打坐来。我来得很，要跑到谢一位。那我也考虑。你到那灯子上好好的去坐吧。那我去了娘里，我到里间去。我也到里间去。你不跟我走？我也走。你在说什么？好妹妹，我们好好的坐着谈谈吧，免得又要闷出病来。好好的闷什么？你真是。林妹妹，你是几岁进来的呀？6岁。你到我家跨10年了？10年了。扬州到这里还有好几千里路吧？不是。现在扬州的风景最好，是吗？刚才有句是24条明月呀，扬州真有那个4条吗？不知道。
哎呀，你骗我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哎呀，真不知道，你还是到外面去吧。不，免得老太太又要到处找你。好妹妹，我们好好的来谈谈嘛。好好这样吧，你好好的去做茶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哦不过你不许再做了。好，我一定不走。什么东西？你先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闭上啊！哦，哎，你看，咦，像的。这小小巷的三处有了你妹妹亲手做菜来，前面的把她送妹妹。好妹妹，你来替我挂吧。你自己不会挂。不，妹妹，我让你替我挂。姐妹妹，总督都来了，我们快迎接去吧。老督呢？老太太，娘娘已经回宫去了，我们这该歇歇了。宝娘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才回来不久。回来也该说一声，可把老太太急坏了。是啊，老祖宗一急不要紧，可把还我这2条腿。到此今朝，原来宝兄弟是陪林妹妹来了。上大了，理该东西理解，放在娘娘还称赞你宝姐姐，说她温柔大方，你们理解也要她才好。这是娘娘过奖，我哪里觉得让宝兄弟林妹妹聪明多才？哦，实
起宝妹妹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公主娘娘将她的经书看了又看，实在上面的字句很有意思。宝妹妹，你让我们鉴赏鉴赏吧。细细请看，奇怪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裁缝，难怪你不认识。宝兄弟来，你来念给我们听听。宝娘去啊，来，不离不弃，放领永记。宝兄弟，你这块宝牛也让我们看看。做什么呀？不要管，快拿来吧。宝妹妹，这上面是莫什么王先日行长。凤丫头，你笑什么？我是在宝牛经书上面的字句，真好一对。哎，真巧，倒是真巧。你们快来看呀！你们快来看呀！娘娘上起好东西来了。三子叫什么？娘娘上下的东西，请老祖宗鼓舞。凤丫头，你替我看看吧。老祖宗再见再福，再见。踏踏乐见，宝妹妹宝兄弟一样思亲。妹妹，我既与姐妹们一样谅解。什么？宝丫头和宝女一样，我的老祖宗，宝妹妹和宝兄弟一样都是死亲。凤丫头，你等一会分析他们吧。我要进去歇歇了。妹妹，你在这里坐一会，回头叫宝兄弟陪你谈谈吧。我应该是有啥长辈嘛。哎呀，宝妹妹真以为，难怪娘娘要称赞你。我们去吧。林妹妹，宝兄弟来，你们都来。林妹妹，你不要去，我得一个东西送给你吧。为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又比不得人家什么金什么玉，哪有这样大的福气尽都得？妹妹你，我不过是个草木之人吧？慢一点，你不得你听我这样。这边他们不老远，这是我鸟来收钱，我到心中是思想，天子地女不讨谁。你何苦带我来起誓？再管你什么牛情？妹妹难道不相信？好，我
不如把这块牛杀了吧。你杀有何苦呢？要杀他不是杀我，岂不是杀包牛？是你明白。你又叹什么气？我心里的话也不能对你说，只有你总会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现在我心里除了老太太、老爷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人就是你妹妹了。要是有第五个人，我就好了好了，你也不用再去死了，只要你啊，只要我怎样？好妹妹，你说呀，只要我怎样？老爷来了。你说呀？林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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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佑！刚才你因何不告而退？我，刚才娘娘回宫去，你不来送家是何意？你枉为堂堂官家子，金孙前不懂礼仪，刚才娘娘话吩咐，叫我好好管教你。从今日需要人生把事同，不许有道非是非。老爷，后门天气，我就先采40片，把古本找来，你叫我好好的揣摩，说记在心。今年秋回，这取银子，咱能不取苦题，言不忘天恩祖德。听见了没有？是。外父快带我到老太太房里去。是。来。请听逼读八股。恰夫小姐一事，当今人言，不必改动非良言。该次是无几位是君之礼，就动人比小子之美。就动人比小子之美。跪下。啊，他在这了。你可要喝着？你醒一醒再去倒吧。哎，这种文章呢，光你听了要当开的，就是我也要想热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在，这种姐姐知道了有骂我的。你快读书吧，我请你去倒茶来。
大方眼见容，不愿在云中去分怕不清家法约定中的把事动，谁不顾万丈山孤烟，小路子路你下去。月亮，我还是那个想来来小去。我在那边吧。有意，你怎么放着死不动？有人可是想得了。哎呀，为啥我求你都要多滚大，让我心中少滚大。这种文章头用，令人就会有脑胀。一片片孤孤中的虚梦人，一句句离你连自家心上，我是困了心中越哀苦。哎呀，哭，为什么？为对为着对自己人难当。啊，这是吹的啊！让我来问问哭。哎，你们不识字的人是问不出来的呀。原来是他的文章中有句，难怪你要拿他现在来为啥？想里出一家出去。对呀，现在的岁数也明了。白白过万有一日想发通，老爷他为我再读文章，难道他再出来报爱想？这不是，来，你过来坐在这里，让我与你讲一讲。讲一讲，好。哎，昨天讲到哪里呀？讲到上身红娘，弄得这一小的。好，我再讲下去啊。二爷讲什么？讲，没有什么。小丫头，叫你好好是与二爷读书，你倒反而要他讲起故事来了。这地方尤其是你做的的。姐姐，我下次不管了。不要管他，是我叫他走的呀。为啥？不要怕，快点走来。好，对。二爷呢？哎呀，二爷，你痛了没有啊？痛不痛啊？你自己痛了，还是过问我？不要紧。为啥？你出去问问吧，这里有我来自由。姐姐。对呀，大好天气闷在往里做什么啊？你只管去吧。桂香，到小山过去看看林姑娘，看她在做什么。我的小祖宗，你不要管这些了，把心顾到这上面去吧。
其中人比小子们。咦，怎么遇不到了？哦，其中人比小子们。哎呦啊，我的痛！哎呦啊，我的痛！见到了一句一头痛了。二爷啊，并非的人多路中，因为他有吩咐，他吩咐老爷就要做功夫，村里好好相处。一见这个嘴巴子，我的心里最难过。到了这委屈应考，考中的个高官做，这都自己想富贵，上天里见不过。虽然老爷比我大，我真在去做国人与老多。二爷，你又来了。别人都在道好，你偏说这是丑八卦。别人都在做官好，你偏说国人有老多。像这般孤寡脾气不改过，老爷定要大发怒。我劝你呀，从今以后不能真欢喜读书业吧，假欢喜读书业吧。在老爷跟前，或是在别人跟前，总要装出一副喜欢读书的样子来，也省得叫老爷生气，叫别人看轻啊。如此一来，不但老太太、老爷太太在骨头面上光彩，就连我们做奴婢的也有体面。好了好了，你出去吧，让我一夫人尽心的用功。你老是这样啰嗦不收，你叫我如何的进去呀？哎呦啊，我的痛！哎呀，我的痛！好，我替你到太太那边给你拿头痛药去。去吧。二爷，快读书吧。去呀！哎呦啊！哎，上有无魔必怕，下有压腕虚挂。他们口口声声要我读书文的，弄得我一天到晚又不能安静片刻。这叫做富贵两日把人害。宝牛啊，宝牛，你为何要身在这后门功夫家啊？
我妹妹，这里你让我是不怕的。喏，哎，你可不千万别告诉人啊！这是好文章，你这可能你也不下去了。李仙，二姨，从明天起你就叫我识字，我也要看这个。好好，我一定教你。二姨，你看我也得会吗？不可也得会，我不是早就说过，天地间凌辱之气，这种于女子，儿们不过是在做子什么而已。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，哪有不为之理呀？二姨，你说的真好。二姨，我去了。哦。二姨，你明天你要教我教。好，我一定教你。妹妹，你可原来在人多文字，下次西江见鸟语，妙不归的多鼻子，到今儿女的心腹，妹妹呀，你的姿势就是我才是自己经常有意思，我爱那晶莹作家女大了，我爱那上身都在有情大将今日比古人，各种情话也相似。为何我是个多头多病的人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梦。你这该死的有菩萨了，好好的把这种银子也吃弄了嘞，还要为了那些文章话来欺负我，你告诉舅舅舅母去。李妹妹，你千万让我这一招吧，是我说错了，真有心欺负你，明天叫我的在这里叫个老兵要听了去，别个大王八，对你将来做了一品夫人病了欢喜的时候，我帮你文件替你做一辈子的上班。看你他的这个样子，玩得怪不得。嘿，原来你也是个人养了强的。哦，你也是这话？难道你我是这个来的？好，我也告诉去。我也告诉去。哦，李妹妹，我是我的身上问的呀。你去告诉好了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难道我真的会去告诉吗？好妹妹，你再看下去吧。你看到哪里了？这里。看到这里。
宝弟弟，请到里面来坐啊。宝弟弟，林妹妹也在这里。你这几天可辛苦好些了，好些了。宝弟弟，林妹妹，我们一道来练诗可好啊？好啊。二爷，外面有小事来着，老爷常常叫你。好，去吧，这是有他要见你呀。真讨厌，有老爷陪着就罢了，还要见我做什么呀？我不去。哎呀，你们看这人的性子啊！宝兄弟，罢了，什么风呀不风呀，我不过手中有着一坨人，不愿有鬼魂起来我。你把日发中，如今年三十长大，离开离子呀。咱与乖乖都来往，也可以四路经济上。是啊，宝姑娘说的真对。想不到贵国之中也润上了这种落度的风气。宝弟弟，请到别处去坐吧，我这里怕准入了你这样子禁忌的人。二爷，看你在无事些什么，快到前边去赴宴一回吧，不是老爷有要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想我了，我去揉。哦，林妹妹，你不要睡，我去揉来啊。这人的脾气总是这样。宝姑娘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。宝姑娘、林姑娘，你们稍坐片刻，我去替你们倒杯茶来呀。你看他凡是这种倔强的脾气，可不是。林妹妹，你在看什么事啊？是想，好一个贵国千金，竟看这种事，你看我不把你传扬出去？哦，好弟弟，你不能去。好妹妹，我们像亲戚来一样，哪里会见你说出去呀？不过，妹妹要知道，你是在面子上，上两字在了情，爱来不忘女。
委屈吃呀？你看，他们一天到晚叫我吃药，其实我的病早就好了。好妹妹，当心一点好，院里风大，还是早些回去吧。也好。林姑娘、宝姑娘，你们还别走吧。我好了。对吧？我等一会还要叫你听我外公话呀。我马上再来。林妹妹，你等等啊！林妹妹。哪里老爷叫我，这些大哥骗我去海边。宝兄弟怎么样了？一趟还在了。我要还走，快拿走了。好，我去到。宝姑娘，先坐一会，我去泡个牛肉来。快拿走来呀！别让替你去拿走了。哎呀！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什么叫金玉良缘？我偏生是没啥姻缘。他在发梦啊！请听倾诉宗情。
也好了，回去吃药吧。姑娘，你好像有些心事，没有什么。姑娘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姑娘。谁是把鸟把他与你从
梦境造化，三相思，他年造弄。一朝长行红衣郎，花楼上房两不林妹妹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伤心呢？妹妹，你为我不问我这话？咦，你在生我的气啊！林妹妹，你到底为什么不理我啊？你说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理的，这为什么？放你自己。哦，你万一是这，让我说一句话认不认？请说。这两句，你听不听啊？哎，妻子今日不比当初，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呀，当初妹妹出到我家来，我与你青梅竹马两不猜，同如同去同在家，今日知道谁万人。还是我相亲相爱到8岁，才知道你妹妹人大心也改，见我常常不理睬，为你也是看不开，想抱肉在家本孤单，缺少同胞亲嘴来。倘若你妹妹对我再如此，叫我有苦所想我虽然平日脾气多古怪，总不该将你妹妹来对待，纵使我有3分错，你也该对我说明白，要打要骂都随便你，我下次一定大不改。你说呀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总是不开口，
叫我自我才对待，总算我费尽心血为你死，我也是一个却是鬼。昨天我们去大哥骗了这去，还得走回来就来了，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原来你是还在了，这都是谢大哥来的。好妹妹，我下次再也不和他们胡闹了。这可是不得，你就困在人家替你盖衣服的晚上，你也该和他哥哥好生在在呀。你是在替我盖衣服啊？在你的宝姐姐、贝姐姐呀。啊，宝姐姐还替我盖过衣服啊？你这等事啊？好妹妹，你既来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啊？人家一个金一个鸟，正好在一起，我来叫你做什么？好，你又来了。上次我在多过头，绝不把今日两字记心头。我躺着有心来抚慰，天时地面也明手。再管你什么进来什么鸟，你何必向我来多走？今日两元天上走，但愿你诚心实意到白头。你还有这样子？你到底还是在骂我呢？你还是在气我啊？我也不是骂你，也不是气你，我是怨我自己，要你觉得这样做什么？好，我汗都结出来了。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？啊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平时对你的心是用错了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要我放心些什么？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若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对你的心不用，连你平时对我的心也做不了。好妹妹，都因为你平时总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所以会弄出一身病来，他还是能放宽心一分。你的病也不会一天比一天重了。妹妹，你妹妹，你哪一次的事？再听我这一句话，不用再说了，你的话我都。你妹妹，哎呀，我还有莫不心自在，从来不管苦真情，今朝对你说出来，总算一是一个
开心。我为你一日相思一日生，我为你一生是平怕高人，要等妹妹的平天好，保佑风在平地我是在里门一忘不了你，二爷他那个无影是无影。二爷，咦，林妹妹，二爷，林妹妹，二爷，做什么呀？老爷常在来叫你，贾玉成贾老爷来了。哦，你等一等吧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去吧，快去吧，再不去老爷可要生气了。好，我去。孙子呢？我去哪里？四娟，姑娘可是回到屋子里了？姑娘回来了。啊，四娟，对，我有话要告林妹妹，天蒙那老爷让你开院门，四娟啊，请你替我打个声，叫妹妹就在小巷家我等。因为家门就不能停，林姑娘就要回家去了。我的驸马早去世，林子满祖病无人，妹妹回家在关生。你哄我。事情啥大该配亲。好，说女说得好，自高千丈，一路归根。姑娘本是邻家女，岂能够放在你家父过一生？四娟，你在玩真的啊？我还骗你。昨日姑娘整理箱子，她把你以前送她的东西都理出来，预备最日外你。她送给你的东西，你也打点吧。10年光阴是非数字的过去了，几个月也怕得嘿。二姨，你怎么了？二姨，你怎么了？别求求宝二姨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
这种事情你求他回去吧。二爷，你的孙子哪里了？毛二爷，去见老爷吧。毛二爷，哎呀，来人啊！毛二爷，毛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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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说嘛呀？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婆娘，婆娘，哎呀，手一灵了，呀，他也不痛，我点儿了。婆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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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二爷的。刚才师君不是对他说了些什么话？二爷他安逸着了，就家一人了。婆娘，丫头是叫来，快去。婆娘，婆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同他是些什么话？弄成这个样子。还站在这里，还不过去背书不是？宝儿爷。要这脸我打了去，要这脸我打了去，怎么不能回去？不能回去啊！回去？什么要回去？刚才我说了几句坏话，石林姑娘就要回家去了。哦，我倒是什么要紧大事。原来是句坏话。老太太，老爷他领子小菜二爷来了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人家怕成那个林妹妹了啊！不是的，是林子小。不是那姐妹妹，是那姐妹妹，把他们当出去，把他们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。没有姓林的来，林家的人都死去了。谁也没有人来接他，你只管放心吧。不管是谁，只了林妹妹，谁都不许姓林。没有姓林的了，凡姓林的都当出去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也不许提起林子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？是。我的孩儿啦，回房去歇歇吧。回房去吧。就二爷进去，现在老太太请回房歇歇，请你不要自私，我来关照现在。老太太，我们去吧去。你们也下去吧。现在过来是太太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，把二爷弄成此事？你只管说来。是没有什么，就太太做事，叫二爷搬出冤枉来子就好了。你莫非包女在做了官？我的你只管从在十分。原是敌人自私诚，是因为二爷年长姑娘大，事情到底
生一次，政府叫人用花心啊。父亲乃为你想到这个喜来不好，二爷比起你自己，他并在只爱在女儿的问，长大有姑姑小兵，难免中去滚滚军，那是有古代二爷生命里。怎么样？这是老爷太太，也是一生心血化灰尘。难为你今日将我来提醒，句句言语看我心。从今日我就将保佑教育你，你需要时时刻刻多留心，只要保佑领上进，到将来荣华富贵与你的人，他吩咐各个情景起来。从今以后，需要让他常与姊妹们胡闹。是。哦，还有那些要紧事的丫头，也需小心提防。是。太太，这几夜晚我倒想去回家来了。什么呀？他长到老的二爷家下日子，坐在一起也没有上下礼节。哪还了得？我不能让宝牛被一个丫鬟引坏了。快去叫来。是。15年来生多病，家务之事切关心。听了先生一番话，各种的情事我才分明。今日里定要好好把家规改。他为先来了，不说妩媚想要紧，小先生做得好事，尽管不是病人救一而已，把他滚了出去。他你说滚了出去。请听贾政责子。我有教义应了一次，老寿替你高明，令人敬奉。哪里，是经上了年纪，而且恩德万老，把这些玩意儿都生疏了。保佑银户还不到呢。老寿，宝二爷天资聪明，近来又肯用心读书，想必文上大有可观了。哎，提起此事，不由人不恨啊！这出生自从娘娘兴亲以来，3月功夫，只做了一篇文章，哪来一颗竟是3分强力，少7分强。哪里还将文章养子？哦，今天我要做他的功课。韦老爷，宝二爷来了。问他进来。想
我教子协助，为国殉老，作此功勋，让父蒙皇上天恩，亲受公务事，早期进京，必之忠于皇室，因此家务疏懒，眼看子弟辈一个个都是安抚正和，有道放纵。那宝玉再不肯读书上进，只怕我教日。宝玉为何还不到呢？老爷，听说你实践软皮，如今可好了？回老爷已经好了。哦，我问你，这个月一共做了几篇文章？这做了一篇啊尚需修改。哼，文章一篇离篇。我问你，这个月功夫你是怎样过去的？老师哦，宝二爷身体单薄，文章很少做些为主。我再问你，上次我先猜40篇八股文章，你一共读出了几篇？可能先买这篇5篇。那你就先买1篇。老爷，怎样？这一篇也未人记住。为什么？老爷，这首文章就是人物就套，言之无物，读起来味动下来，还是实在难以记。出水你老动心了，老动心了，行了。站住！乖儿，你还是什么？为老爷经历意死了一个人。什么？为老爷有人跳了井。这跳了井？是一个丫头，脑袋做得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粗。是可。我家自自从以来都是困人内下，今日发生此事，他被华人知晓，祖宗湮灭后退。雷人啊，快去做文明牌死谁护人。不用去问，这个爱儿知道。你讲，这已死的那个丫头，她就是他就是二哥哥房里的魏香。魏香？哦。你们都下去。宝玉。过来。这丫鬟真为投机。
儿不知是你王中丫头，因何不知？老爷，自己不在二王中，被他滚出去了。因为要将他滚出去。对，家，你万不亏家。是。有一天，我在王中做什么？都心哎呀，回家只有在身旁，两人说了几句话，他得知怒门墙，说他不给他情况，将他过七大门墙，可怜回乡找不过，想来是就去南山头金王啊，出水，你好。我应当出身因为太荒唐，你不要分金呀下了，不得问上个西厢，因是西穷心巧，不明两字见不下，为生帮也无君道。不孝种种是无招，这本大家之事也无用。哎呀，吃大饭了，他去哪了？倒不是清早当时也免得尊重先人。大户老爷，来呀！放去了，老爷，放进去，老爷，吐下去，要东西了，要走，不住了，把门关上，咱们有人就到里面去，离开当时，不要出声，我非当时你不可，出声我非当时你不可，出声啊！不要出声，老总。不要打了，你娃小心要出水，要出水，切不上，你要出水，出水，哪里要出水？哪里在先来的？不真要当。他不好吧，老爷，为了东府你们风尘暴虐，冲着他不得此事谋身上，这人不忠不孝的日子留他无用。老爷，老爷这人不能再当了。老爷给，难道你们还要冲着他杀不死君不成？再当是他，你是改变了母亲啊！快讲，我把你离开回南京去，快去！母亲是4岁，儿怎能懂得起呀？外伯，快去！母亲，
儿知罪了。宝牛，老太太不要生气，快去告诉宝兄弟丧事要紧。宝牛，宝兄弟，宝牛，宝牛，宝兄弟，宝牛。哎。宝牛不肯听我来教诲，故而将他从飞打，再是母亲来将我归，从今后啥不将他好管教，谁能救？永忠要做我妹妹。母亲，请歇歇吧。下去。儿子不好，女应管教。你不该操之过急，下这样做事，把宝鸟当成这个样子。儿小事不过了。宝鸟是你的事，他只有山上两个，是我对得起祖先在天之灵。儿知道。俗语说，长线放鸳鸯，你要耐心管教，要他不急上进。宝鸟得到一官半职，等你老了，有理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母亲说得很，孩儿明白。来人，快去请王太医来。他把儿爷带到房里去。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还于心不足，爱看宝鸟死了不成？此事孩儿告退。请听义亲设谋。当初苦在前来，苦叫人这模样。你客气吧，让我认认的人哟。
娘的孽还没有退，他做了事，那是我是好。好妹妹，不要难过，我在这了当，其实也并不很痛，我是故意找出来唬唬他们，好让老爷知道，你可不要认真了，你以后谁都改了。你放心，他们要向我做4个棍，我是不会答应的，就是把我当死了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母亲说，当着老爷当着你昏了过去，如今这伤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你躺着吧。你要睡了，他们做什你么？看我哭得这个样子，怎会又给他们去掉了？好兄弟，老太太与太太都来看你了。老祖宗，我的儿啦，躺着吧。李子他痛得这么样，好意思了。宝姑娘来了。宝丫头她也来了。好妹妹，姐姐。老太太，姨娘。是嘞。宝兄弟可好些了？如今宝嘴的惦记，我好得多了。早听人一句话，也不只有今日，难怪老太太姨娘心痛，就是我们开了心里。姐姐，这颗玩意是伤在灵，只要用尽你开替他敷上，最为好的。现在夫人也进去替他敷上。妹妹，请坐。说女士，妇道不少，他父亲竟会把他当成这个样子。老太太放心，宝兄弟只要静养几天，最为好的。老祖宗，园里这些姐妹只有宝妹妹想的这样周到，可不是啊。好丫头，陈梦里费心送养，等你宝兄弟好了，叫他亲自来谢你。宝妹妹，请坐啊！我不坐了，我还要回去帮着母亲做些小事。老太太、姨娘、姐姐，我告辞了。宝丫头，叫你母亲来我。好妹妹，难得你这样关心，你最好啊。宝丫头倒是以为
真是难得。像我们家里这些女孩子啊，都不是她。冯丫的，你笑什么？老太太，太太。我到江西是一场，大兄弟他已经不是小儿郎，不是替他找婚配，自古言得好期望，已有时常将他劝他用功做文章。对呀，老爷爷可少操心，免得恨铁不成钢。老太太可以早些报终身，到那时世代同堂风凉。男大当婚，女方阿家，八月里该17万，300个财神与他都相配。烦望老太太做知长。老太太园中姊妹都窈窕，精进脾气都自强，不是其中挑一股，情长家去叮叮当。林丫头，三个聪明真学大，只怕伯伯睡不长。三人稳中与对方，唯有宝茶最相当。想薛家也是金陵大族，孩子们又有今日的道理，再上婚事倒不用他了，你们可怎么样？哎，老太太说得真对，宝妹妹演得本宫娘，贵妃娘娘演夸奖，今朝宝玉两相配，正好是天上的最好鸳鸯。是啊，对待老太太是思想，我们心思也一样，亲事就是老年龄，媒人就让我奉不当，姨妈一三报人工，从此做女为才郎。李该与他父亲商量商量。老太太，宝玉爷长要有同处一亲，是今晚在床上。大女早日结缘，早一点可以成亲啊。你吃进去好好伺候着。老太太，什么事？这话本来奴婢不该讲的，如今因为没有办法了。快说，宝玉
夜的亲事，老太太记得定了宝姑娘，自然之间结好的事。只不过老太太管许，宝儿夜晚做宝姑娘好呢，夜晚做林姑娘好呢。他俩从小在一起，是说林丫头宝女有好一些呀。不知好一些，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是相谈随泡思相对，共到一同情对。啊，是嘞，这点事情都好玩的，这桩事不有叫人心大有，婚姻大事非要写，让他们无脑不来啊对，我的旨意一打听，一定要好丫头。老太太，宝兄弟他脾气古怪自大有，当今之意不为丫头，自己责备他做女，他一定不肯把当成乱去。到那时亲戚朋友都在场，须必当场要出去。这个叫人为难了。难道不难？我倒有个主意在此。什么主意？下去。义务上只有用调包自己。什么调包自己？请听乡管焚稿。四娟姐姐，四娟姐姐，谢爷，你月钱可拿到了？没有。四娟姐姐，宝儿爷亲自要提亲了。跟谁提亲？宝姑娘。谢爷。你在哪里听来的？老太太那里别人早都知道了。只有我们这里不知道罢了。你可曾看见宝儿爷？看见的。他怎样？他竟是欢天喜地，好像把我家姑娘早已忘了。真想不到，姑娘还要替他管这个，姑娘好苦。
走好了，所以走到三更天，你去写一位谁主啊？四舅。你不是我心中常怀愧，常在我不能将他作为，他伤心一次三番要去路，想我在祖国乡台看成谁，心意一定要管好。好心我苦嘞！哎呀，死得好生，羞！快把香台拿开，当心上面存放。姑娘，姑哎呀娘，，还不把香台拿开？你看，上面存红了。姑娘，你不能再做了，你是跟自己拼命。好，我写一位，四舅，你扶我起来走走。姑娘，你还是谁一位吧？我要走走。姑娘，姑娘，这里有风，天快黑了，也快不见了。我要走。花都闭了，姑娘，你不要难过，花闭了，明日春天会再开。明日春天会再开。四舅，他怎样？谁？你是谁说？宝二爷，他，姑娘，你不要再想他了，我没有什么。四舅，你来。
走在那天忙中间，他已把心事讲明白，只叫我是子心只一他不好，以后定要改一改，永不与他再争吵。他妹妹一生对不对？你怎么可怜啊？我没有哭，只挥手采进了烟。四舅，你过来。我来接你看看。你怎么了？你心里有什么委屈？告诉娘，
林妹妹其实也病了，我早就想来看看，总是忙不开。这是什么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二奶奶，我家姑娘她不好了。姑娘，不要紧，四娟，我嘞。哎，奶奶，你是一个明白孩子，爹爹有事要你快去吧。哎，奶奶，林姑娘病得这样，我怎么能离开四娟？想你是从小就到这里来，屋里的规矩总明白，天天是要你去三观为康救灾。哎，奶奶，林姑娘此刻买离死，我岂能忍心来离开？违背命令愿一财，要打要杀，真被你奶奶做实在。准你过，奶奶，既然四娟一定不让去，我看还是叫西医去吧。第一是林姑娘那边打来的，叫她去医院呀。也好。姑娘，第一，行，去吧。姑娘，姑娘，
三年相逢尽分手，我劝你也不必他悲伤，再待我一片痴心等梦啊想，我就不肯再人把不给请听《洞房惊变》。我要与林妹妹所依所必。宝妞，不错。哎，宝兄弟，你不要叫她林妹妹，你要叫
叫她新娘子。新娘子。对了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有你的种子你的，你看她要生气了。新娘子，你给的这个做什么呀？爸娘，妹妹爱生气的，不可鲁莽了啊！爸娘过来。老祖宗，你只看心里觉得怎么样？我夸我诚心诚心是意。大兄弟，我们就要为王去，你代代新娘要温柔。要是你是他真男人，冯弟弟明早与你不罢休。我要他若让角度来不理，谁会知他心难的？冯弟弟不管就放心，我与他一样恩怨哟。这就好了。咦，我的小妹呢？二爷，你刚才我疑问的词语没有对上吧？是了。二爷，你放在哪里？我替你去拿来吧。我自己去拿。包丫头，你今天与包日成了亲，我也可以聊起来一桩心事。不过今天太委屈你了。二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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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？我家姑娘。什么事？姑娘她。什么事？什么？老太太，林妹妹她没了。啊？苦命儿啊！我去看他。老祖宗，你前的有事不能走得开呀。老太太，老爷请你。我知道。35号。冯丫头，你去告诉他的引领，这是我并不是诚心不去看他，因为有过亲属，她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是亲的了。这与包你比起来，包你比他更亲了。老祖宗，你快去吧。好，我不去看他了，冯丫头，你去料理有事，不要太委屈了他。你放心，你也去。妹妹，你自己当心，记得嘞。二奶奶，你在外边好好自由是。他们住嘴了。只有2个人了。
叫妹妹了。林妹妹，我们总算有了今天。妹妹。变了无罪无病身，光在相思几人了，从此千里不离，此生皆是温柔的。林妹妹，你为什么肚子不走啊？自由不早，休息了吧。妹妹。先生，你按按我的袖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怎么梦不梦的来噻？没有做梦，我问你，说到那个媒人是谁？姓氏的二娜娜。二娜娜，好糊涂！你这二娜娜究竟是谁？宝姑娘。啊？那么林姑娘呢？老爷做事指的是宝姑娘，怎么来得及林姑娘了？咦，刚才我明明就是林姑娘，还有谁也在旁，我与妹妹把歌唱，两人双双进同往。为什么霎时之间变了样？新人换了宝姑娘，莫不是他家妹妹滚出去，自己不存在情网？二姨只要不能讲，实在心上理不到。他到底是宝姑娘，林姑娘我并是漂亮。啊！我去找他。妹妹，你气不得了，林妹妹，老爷的王爷呢？你去不得。先生，我要你去为民老太太，千万以我是一当。林妹妹，看来性命我
不然，我要向前遇也不指望，让我们两人在欲望面交相思，分两梦。我在一度来一日，死了别哭动听老太太一生在你一顾，希望你成家立业。老姨太太一生心胸，抚养了你一个儿子，希望你永终养子。你若死了，叫他们怎样？就是林妹妹知道了，也不会少思你的。林妹妹，她会病的，她快要死的人。朋友，老实地告诉你吧，林妹妹她已经亡故了。你这怎么亡故了？你亡故了。
绝在自我，从此难交入。在此平地风不起，在山好梦也无花中的漂亮蚊子来家不啊红，嘿妹妹心碎让我的命这天上的句与自己，妹妹啊，我只爱绵绵哟。林妹妹，娟弟弟，林妹妹，她是怎样死的？临死时说了什么话？四舅，你没有听见我的话，你为何不理我？你为何不说话呀？神已死了，神也无益，讲也无用。不，四舅，你讲，请你快进。我就是讲了，你恨意来的，悔也不见。四舅，你在恨我，你是在管我，四舅很细心。四舅你莫管一切听人来发布，尽了
别得了什么，我求你带我身体。我求求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，母亲，母亲，你听了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哭。自从你做什么？要与你在祖国相待，原来这样，原来他得知你要成亲的消息，他是知不认了，他为挣扎起来。挣扎起来，起了想的，死了谁怕，白烧了四个想的，是。好嘞，他成了三月的一口气，他吧，万岁！他为害了一生，害了一生什么？害了一生保佑，保佑你好。林妹妹，你错怪我了，你死得好苦啊！妹妹呀！
平日怨我他无情，可怜宝玉再苦心，今生今世难破壁，饱含中气苦难消，这就对他苦是悲是恨，我恨众人狠心动手来苦痛，我岂肯一同他们令人去？不，这妹妹，你亲手陪我留下那对女定影，永不忘。孤独虽然难忍伤，我岂肯编这个思想？妹妹啊，你在酒店把身放，宝玉不走不急忙。灵妹，宝玉有了。二姨，自尊这事，你自己斟酌。姑娘，回去吧。宝玉，劝你不必太伤心。难道我一生逃不成这个命？往哪
哪里到？回去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在后修来。我先回去，你在后修来。我还死了这母亲的手，我还死了这公儿不平门，还死了你的烦恼的牛。哦，是我无牵无挂，天也海高去。